廣東人請客食飯嗰啲暗規矩。我相信而家有好多嘅90後，甚至係00後咧，都已經忘記晒早上阿爺教落嘅食飯規矩意味如何啦。我係 Coco，今日同大家分享5個廣東人食飯嘅老規矩。看完了，您也是半個老廣了，家人們。第一條，斟茶就係斟8分滿，正所謂酒滿敬人，茶滿欺人。嗱，斟滿咗咧就趕客嘅意思啊吓。唔該。你見嘅啦，人哋幫你斟茶係要用食指同埋中指哼台面3下，呢一個咧就係乾隆爺下江南傳落嚟嘅叩指禮啦，相當於叩拜謝恩。上魚嘅時候，魚頭一定要對住成張台最尊貴嘅客人，類似咁，而客人都要首先夾翻個魚眼回敬翻尊貴嘅主人家，呢一個就叫做高看一眼。廣東宴席要先上湯後上餸，呢個同北方咧啱啱相反嘅，而湯上到嚟之後要慢慢飲，飲得太快會被認為係趕時間，主人家好冇面㗎。太好飲啦！我買啊！真係我買，你企真好用，你企真係我買嘅。最難嘅咧就係埋單，廣東人請食飯一定要爭埋單，越激烈你次次我哋一定係你買咗，你爭好低你買嘅，一定要我買啦。越有誠意啊！但係如果你好輕易就俾對方埋咗單嘅話，我個月使講啊，快啊！呢啲咪叫失禮咯。講開又講啦，你嗰頭吔飯有啲咩規矩咁呢？評論區話聲俾我聽啊，話唔定下一期講你鄉下。